咱来看，伫台北市的和平新生天桥，这座天桥已经有42年的历史啊，甚至有的歌手甲电影拢会来遮拍片。伫10月底的时阵，台北市公告11月初4要甲这座天桥拆掉。这个消息一日出来，是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，甚至伫网络顶有上千人联署抗议。目前蒋万安是回应讲，会持续沟通甲说明，也若新工处嘛有挂保证，11月初4暂时袂拆。 会搁开会来讨论。这座天桥是甲团5月天拍音乐录影带的所在，迄个包括歌手杨乃文、李宗盛，甚至是李安导演嘛捌来遮拍片。这座伫大安新林公园边仔的和平新生天桥，已经有42年的历史啊。不过因为已经达到使用的年限，台北市府新工处顶一日公告，11月初4会开始拆。 不过在地居民看法是真无共款，还是要留比较好，因为这边学校来这边公园的人很多啊。走平面的时候，其实那描述的太短了。我觉得应该要拆，因为是有关市容的问题。那个视线会挡住，因为那个柱子实在太粗了。之前发生过好多次的意外，所以现在上面走的人几乎很少了，一天我相信不会超过50个。有民众认为讲天桥的使用率增加，而且造成路口视线的死角，应该拆除。 因若反对的意见是讲，这座天桥有城市的基地，嘛是交通安全的保护线。一个民团发起卖拆桥网络的联署，目前已经收集差不多1100份的联署书，而且伫初2的白昼之夜的活动，夜白啊甲市长蒋万安抗议。 40年使用年限只是说必须使用的年限而已，并不是说必须拆除的年限。而且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天桥是透过修缮跟维护，它的使用年份甚至是大于40年。他们这边其实有做过封桥的实验，但结果就是一团混乱，就是所有人都发现说，自从天桥封起来之后。 无论是对于车子还是人来说，你都没办法在交通上能够顺利而且安全的抵达另外一个地方。其实台北市从2019年开始，以人本交通为考虑，116座天桥，41座已经拆掉，还有剩20座等要拆。另外有55座功能性的天桥会保留使用。针对民众提出卖拆的诉求，蒋万安讲会持续甲地方沟通，回应意见，而且加强说明。 新工处答应讲，11月初4袂拆，敢若会先搭围篱啊，暂停民众使用。上紧拜二开会了后，会搁对外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